提摩太前书第1章，奉阮的救主上帝，甲阮的仰望基督耶稣的命令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批予迄个因为信主做我真囝儿的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，对父上帝，甲阮的主基督耶稣归予恁。我去马其顿的时阵，捌考劝恁，犹原踮伫以弗所，通吩咐迄几个人，毋通传异教，也毋通听叹罔渺无凭的话语，甲无强的家谱。这顶事只生辩论，并无发明上帝伫批顶所立的章程。但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疼，这个疼是对清洁的心，甲无亏的良心、无假的信心生出来。有人偏离这个，反转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未明白家己所讲的、所论定的。咱知影，律法原是好，只要人用得合宜，因为律法毋是为义人设立的，就是为不法甲不服、无虔诚甲犯罪、无圣洁甲乱世俗的、刣父母甲刣人的、奸淫甲亲男色的、爱抢喙甲讲白贼话，并起假咒詛，也是为别款得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这是照通学老的上帝交托我荣耀福音讲的。我感谢迄个互我力量的阮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掠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伊。我忠情是亵渎上帝、困逼人的、侮慢人的，总是我要得到怜悯，因为我毋信未明白的时阵做，并且我的主的恩是极外丰盛，互我伫基督耶稣内有信心甲疼心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个话是通信的，是10分通佩服的。伫罪人中，我是罪魁，总是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这个罪魁的身顶，显明伊一切的吞忍，互后来信伊得到永生的人做模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予迄个未为朽坏、未为看见、永世的君王，独一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的囝提摩太，我照忠情记着你的有言，将这个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为这个通拍迄个美好的箭，相存信心甲无假的良心。有人气煞良心，就伫真道上，亲像船破坏了一般，其中有可米乃甲亚历山大。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，互因受责罚，就无搁放毒了。